经过金色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官人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咱这首来唱第一节，第一节唱了时，后壁个阿门，阿门甲平常咱唱的无啥共款，所以我希望兄弟会当摕圣诗安尼来看，就会清楚。预备来。一大上帝愿你带我，奔过金色旷野地。我真软弱的大官人，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阿门。来唱阿门，咱甲阿门唱一届，预备来。阿门，阿门，搁唱一届，预备来。阿门。好这首的阿门甲以前咱唱无共款吼，所以咱再小可注意一下。咱只是过来练习399首伫个圣诗399。愿主大仁爱，这首圣诗咱以前捌唱过吼伊大概爱唱2摆吼，伊是一个新加坡的调来，愿上主大仁爱，永在你心内，主的正每时刻。你应当在，愿主应更偏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不守你对自是高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当知。愿主应更偏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相信不守你对自是高永世代。三高祈祷，主，阮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只是恳求你的圣神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静静来学习，对头到尾来敬拜你，将一切荣光归伫你。阮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是主所定着的日，咱着欢喜来到做面头前，咱来敬拜伊，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三个来吟这条诗歌，请你的手来接我，咱三个拍谱我来学乐，咱的天父。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感恩的之日，感恩的之日，要欢喜吟诗，要欢喜吟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感恩的之日，要欢喜吟诗。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
数点的日子。是今日所主所定着日子，请咱起立，互相来请安。将兄再来讲，耶稣听你，耶稣听我。今日是主所定着的日，咱主今伫遮要来敬拜主，学了主，咱也要来甲咱兄弟互相来请安。有时咱真无简单，咱一礼拜才会当见到一百面，甚至搁较久的时间，所以咱就互相来请安。请你离开你的位，好久不见，平安，平安，平安。来，咱搁三角的音两遍这条诗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咱的一日，当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咱的一日，当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请坐，今日是主所耶和华所定着日子，所以咱伫遮来敬拜伊。无论咱伫什么时阵，咱伫什么所在，都要来敬拜咱的主。今日咱的青少年伫仁爱教会，伫遐咧服侍，咧敬拜主，所以检查咱今日看起来人较少。啊，咱的牧师日就咧敬拜上帝。伫乌干达吼，我从来无感觉牧师遐尔啊白，总是伊去到乌干达了后，哇，伊实在有够白，吼，拢毋免抹粉吼，就有看伊，啊，总是边仔拢看无就对啊，吼，总是伫遮就是要甲咱讲，无论咱伫什么所在，咱拢会当服侍主，拢会当敬拜主。听讲乌干达遐每个礼拜日有4场礼拜，一场礼拜几个人？2000人，所以一天有4场，几个人咧做礼拜？8000人，哇，真歹想象吼！总是感谢主，检查有时伫愈欠缺、愈丧养的所在，因愈弃掉的主。有时因为着要敬拜，因无食饭。我想咱真歹想象，咱是有时为着要食饭，无来敬拜，吼，为着要食饭，提早离开。总是因伊是为着要敬拜，因无食饭离遐敬拜。我想这有时是感觉咱伫即个遮好的环境，遮尔热，咱有冷气，坐伫遮来敬拜，咱真正爱珍惜，咱嘛爱感谢。总是看到牧师伫遐的时阵，我想迄个环境嘛，互咱一个提醒，有真侪欠缺的所在，有需要咱三个来斗相共。因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检查无。咱无住伫遐，咱有缘会当甲因诚做兄弟姊妹，咱会互相来补足咱彼此的欠缺。所以用这条诗歌，我甲我的厝，咱拢要来服侍耶和华，咱互上帝来引带。无论你是领1000、领2000、领3000，牧师检查是领10000的，所以爱去较远的所在。所以咱领较少，咱坐伫遮，总是咱嘛爱好好来做工来服侍上帝，愿上帝恩典临到咱每一个家庭，咱做伙来服侍咱的天父。咱三个来吟这诗歌，我甲我的厝。来，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互伊来引带。你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人去敬拜，学了耶
地有出产，收视万米流。无论啥环境有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在耶和华，我甲我的主服在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互伊来引传。伊是阮的主，道伊的上帝。全家人已敬拜我了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下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视万米流。无论啥环境有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在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下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视万米流。无论啥环境有多多，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在耶和华。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服侍耶和华，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咱即时三甲主一遮，咱就是要安静咱的心，咱要来听候上帝的声。上帝要对咱每一个人讲话，拢无共款，所以你就要用你的心去领受。上帝检查透过圣诗，透过圣歌队唱歌，透过牧师的讲道，要来你讲话。总是你知影，上帝永远无弃绝你，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要牵咱的手，行咱头前的路。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清楚，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上帝的旨意，也愿咱的生命会当互上帝旨意来得成。咱三个来吟这条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眼天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眼天好听你的声。我的梦想，我心所听。我引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传，我拢总能行。你的手紧紧牵我，你的传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互你记忆着。祈祷的心，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眼睛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眼睛好听你的声。我的梦想，我心所听，放入大地，互你引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传，我拢总能行。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互你记忆着，愿我一生互你记忆着。
请会众起立。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盛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即条咱要来念新的诫命，咱同齐来念。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一粒，咱犹原徛地，同心来祈祷。全能恩典的上帝，阮是你卑微的奴仆，用谦卑诚实的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慈爱互阮，也互世上每一个人。愿感谢你创造阮，保守眷顾阮，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阮。特别感谢你无穷尽的疼痛，来对主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救赎，来救赎整人类。愿诚心来感谢你。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社会福利事工的关怀主日，相时互欠缺弱势的族群。因的心灵的需要献上恳求，愿你赐福伫因的家庭，做因的帮衬甲保护因，互因得到完善的疼甲关怀，互丧向困苦无依偎的，会当倚靠你，通领受平安以及安稳的日子。若有野先到要跋倒的，你也鼓励帮衬因、扶持因，恳求你用无限的慈爱。看顾拯救因的心灵，通过关怀奉献，互阮三甲扶持帮衬，用听甲行动来代祷。这是你所命令对阮着讲的迄个互相三听。即时，阮也要感谢你引带保护阮教会的遮个青少年团体，因伫即一礼拜中间的所有遮个断线的事工。愿来献上感谢，愿一切伫上帝的带领下面，拢互因得到平安甲顺利。愿因今仔日早起伫仁爱教会所有的敬拜甲学乐，拢归伫至权上帝圣名，也用生活来显明，阮是主的学生。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谦卑来服侍上帝。愿尊贵荣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到无穷尽，愿用安尼来向你求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点咱请坐，咱要来启用上帝的话，记在诗篇的后壁面。启文第10篇诗篇27篇，我来启会众来用。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咧吞食我。虽然大军载营包围。虽然对敌发起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
我拄着患难的时，你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囥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萝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这声着信靠上主。这条献奏要来请所中团，因只有献奏3条诗。诗歌第1条是“你是我一切”，过来是“行摩西”。第3条是我希望耶稣甲我做伙行。
感谢主所中团用真水的即款的福音的精声，来提醒咱会当甲主相甲做伙行。即条咱要恭敬来听上帝话，记载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16节，耶稣到拿撒勒，就是伊成长的所在。伫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地要读。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神领教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丧人。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会得头棒；甲痴迷的讲，因会得着光，国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耶稣合册行即事，就坐地，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伊就开嘴对因讲：即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去行的，也愿阳光甲乌落归伫伊的性命。即条咱要同齐来读金句，金句是伫马太福音12章20节，咱做伙来读第二个所在。受伤的芦苇，伊无要压枝；要花的花青，伊无拍实。到互公义为得胜。以上。即条咱真欢喜真好的机会，有中营女中的校牧李牧师来甲因在赞美真歹势即声赞美要来超咱圣乐队。
阮感谢主，真感谢圣活对带咱用咱对咱的心底唱出咱这条真水的歌来感谢上帝。这时要来请中营女中的校牧李牧师今早起到伫咱中间，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善人的福音。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牧师是乌干达，所以我来遮讲道。昨暗11点的时阵，伊甲我来，含我视讯，伊甲我讲吼，你牧师你明仔载爱替我甲兄弟姊妹请安的呢？甲因讲我伫遮真好，讲我嘛当然爱，因为我牧师去到非洲的所在，这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带咱的疼，带咱的关心去到伫因的所在。伫个所在受到真好的欢迎，真好的款待呢吼。但他拄则亲像咱下领师所咧讲的，伫个所在真大的礼拜啦，真侪人礼拜呢。礼拜就有4场的礼拜。一场拢有2000人，所以敢若礼拜日就有8000人的礼拜呢吼，有8000人的礼拜。拜一和拜三有下暗的礼拜，even song 吼。拜二和拜四有中昼的礼拜呢。拜五是青年的礼拜。拜六老伙要结婚的。也是有个别礼拜呢吼，所以这个是真大间的教会，主教的教会伫个所在呢啦吼。伊7月初是开始来互我呢吼，伊讲伊5点半去到迄个所在，5点去到迄个所在，5点半就带去做礼拜呢吼，带去做礼拜，下面熟悉介绍的呢吼，参加的礼拜。迄个圣餐礼拜有600个人的呢吼，假日拜五虽是还没签约的呢吼，虽然签约，就是讲咱对乌干达的教会对因的帮衬，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关系哦，这个关系是真solid 真坚定的一个关系呢吼，就是还没签约，签约我迄个签约所有内容我现在看者，我感觉哇真好咧，真好。伊讲这个是。Agape Charity Foundation， 就是讲上帝无条件的疼的慈善基金会呢啦吼。上帝无条件的疼，大的疼，Agape， 这个疼是无求回报的呢吼。毋通通过经济上的帮衬，可能是饲鸡、饲猪、饲羊来帮衬因的青年，帮衬因的妇女。改善因的生活，对呢会当加强因伫生活的提升因呢，然后讲transform the church spiritually， 要提升教会伫灵性上、伫社会上、伫经济上的一个提升的呢啦吼，所以这个是真有理想的一个事工的呢吼，真好的一个事工哦。咱永福教会通做即款的事工，互人真欣赏啦吼，互人真欣赏。毋茫即款的事工通继续伫个所在来推广的呢吼。我牧师今仔是对各伫迄个主教的教会做礼拜，后来就要到伫较乡村的教会实际去看要帮衬的教会呢吼。我毋知伊离开时就要做即个工的呢吼。总会开总会时，伊甲讲，你牧师你爱来阮教会讲道，我要出我无伫咧呢吼。讲好啊，讲道爱我去呢，我就来呢吼。到我传迄个我讲道的内容吼，伊要甲伊讲，我要讲的是宋乡人的福音的讲题时，伊甲讲，你牧师你讲的，就是我要做的呢，哇，真好的呢吼。我要讲的就是伊即阵在做的呢啦，就是伊即阵在做的呢。即个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拄是伫讲
即个善家人的福音耶稣伊开始要伊传道的生涯的时阵，伊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是伫拿撒勒的所在，耶稣成长的所在，伊就去到伫会堂的所在，摕圣经起来读，然后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人，伊有找我，互受领的人讲，因为得到透放，甲清明的讲，因为得到国光，来透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宣传主欢喜的年吼。所以这个所在，咱看见丧乡人要有福音通听，受压制要得到透放，青面人要得到医治，通搁看见。这个是一个新的国度的临到，这个是一个新的国度的临到，这个是上帝的权能的一个临在。耶稣在见证的是这款福音，耶稣在见证的是。要宣讲的是即款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看，搁倒来看咱去俄摩斯啊，是讲咱教会伫非洲所做的工课，即个是一个上帝国福音的一个框架啦，上帝福音的一个见证的呢吼，是通过上帝的听激励咱，要去帮助因，要去互因搁较。得到改善，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属灵、信仰上，还是教会通互得到改进的呢吼。咱若从即个甲中国大陆所咧做的一带一路做一个比较，咱会感觉讲，真无共款啦，真无共款。咱是出于听心，出于信仰，咱要建立一个较有听、有公义的社会，这是无求回报的，这是上帝听咱世界人同款，完全的付出，无求回报。那是一带一路。咱若较一个了解，咱就感觉，哇，咱爱真细致啦。这个一带一路，迄是一款经济的侵略，吼，要达到伊控制。啊，一个好的政权有善意的政权，伊要帮助人，帮助人真好。总是若出伫迄个歹的政权，要帮助人，迄到尾是一款的殖民，是一款的控制，是一款的剥削。我看这是真毋对的。所以咱倒转来看咱的圣经的时阵，咱咧讲即款的听，即款上帝国的临到的建立，是要互善家人。通互因倚起来，通互因自立，互因感受到上帝国临到的时是甚物款的上帝国。善家人要有福音通听，这伫旧约圣经的中间，咱来看见讲起丧乡这个代志，旧约圣经非常关心伫丧乡人，比如讲，因爱规定讲，摩西五经内面规定讲，恁咧收割的时阵，恁咧收成的时阵，不管是卖场要收割麦啊，还是迄个收葡萄的时阵，恁毋通拢收起，毋通拢挂掉，恁留一角啊，吼，互遐善家人、遐孤儿寡妇、遐无田通做的人，留一角啊，互因。恁若伫捧麦水起来时，有落落去，你毋通阁捡哦。迄个是爱留善家人的，迄是爱留善家人的呢吼。到喜年的时阵，因爱互善家人通倒转去，受奴隶的人因通转去，得到自由。因若讲土地卖人到喜年到的时阵，喜年50年啦吼，50年到的时阵，恁遮个土地爱行人，土地毋是做来买卖，土地是因为受买卖是因为因生活袂落去，所以土地爱摕来卖人的呢。总是这个是毋对，到伫喜年的时阵，迄个安孝年的时阵，债务爱甲人取消啦，土地爱行人啦，吼。所以伫这所在在讲宣告迄个
欢喜的年，迄个喜年的时阵是讲受掠的要得到头棒，善食人要互因重新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机会，善食人要互因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的呢。所以咱能看见，伫旧约的中间有即款真济、即款真水的一个对善食人的管顾、关心，对善食人的管顾。到伫新约，咱能看见耶稣有缘有做即款的教训。耶稣有缘有做即款的教训，譬如讲，耶稣讲，若有人爱你的内衫，你的外衫嘛爱穿煞互人的呢吼。较会讲人爱人，咱爱咱的内衫，咱的外衫，我们爱互人。因为迄个外衫是因唯一暗时会当保暖的衫啦，吼，暗时无得甲因着迄领，会当互因保暖的呢吼。所以呢，若有人爱你的内衫，你外衫我们爱互人的呢吼。所以这外衫是真要紧，吼，外衫是真要紧啊。所以这是善食人啦吼，这是善食人吼。所以善食人对因来讲，这个是真要紧的一个衫呢吼。所以伫旧约的中间，咧规定讲安怎？规定讲，若有人日时去摕伊的外衫去当，若有人日时摕伊的外衫去当，到下晡佫无办法摕钱来赎回的时阵，啊你即领衫爱还人，你即领外衫爱还人。为什么？因为即领外衫伊下暗可能会寒，需要用着。所以你真领衫爱还人，这是伫旧约中是上帝来讲。啊，到新约的时阵，咱还看见即款的关心，佫继续伫咧。我对细汉背主导部分常常袂当了解，讲为什么耶稣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的呢？吼，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较会日食，较会一日安尼尔吼。我想讲，遐一个月呢吼，爱一冬呢吼，无得甲固定的职业我。一世人免烦恼安尼嘛吼，我有固定的职业，咱需要安尼嘛吼。上帝你互我一个稳定的工作，或固定的收入安尼吼，总是圣经讲，阮的日食今仔互阮。咱的祈祷的时嘛讲，阮的日食今仔互阮。啊，为什么开讲阮的日食今仔互阮？我去以色列旅行的时阵，啊，对特拉维夫落机场，然后就坐游览车，特拉维夫坐一轮，啊，到市区的时阵，我看到一排人真长排伫个所在，路边的所在，我想啊，这个一定是咧等公车的款的呢吼，一定是咧等公车。所以，不老过迄个导游甲讲吼，恁有看见遐一排人徛伫迄个所在无？我甲恁讲，迄一排的人吼，拢咧等要看今仔日有工课通做无啦，拢要等看今仔日有工课通做无。因就是迄个摆伫个所在，然后譬如讲有做事的人、做大事的人，因可能来今仔是欠5个人、欠10个人，因就开车来，然后将这人再走。这个人譬如讲5个、10个，因迄日都有工课通做。工地欠5个、欠10个，车驶来啊，叫5个、叫10个去哩。即5个、10个，因迄日有工课通做，啊，因迄日。就免烦恼无饭通食，因迄日就免烦恼无饭通食，所以因徛伫个所在排真长，伫等看有人来载因去做工课的时阵，看有人来载因去做工课无？因徛伫个所在，因的祈祷是甚物款的祈祷？因的祈祷就是讲：上帝啊，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上帝啊，阮的日食今仔互阮。咱的主祷文是善食人的祈祷啦，迄大灵宫的人的祈祷，敢是？迄是大灵宫的人的祈祷。耶稣来咧宣讲即款的福音，善食人要有福音通听，善食人要因为福音来改变，善食人要因为福音来改变，个人类要因为有共款福音、共款的信仰。来做努力来改变，做大的改变。这个大的改变是经济上的改变，是款结果上的改变。咱来看
伫即个咱今仔所读的圣经在内面，咧讲起受掠的要得到头棒，受压制的要得到自由，经济上受压制要得到自由。真个人努力拍拼，总是有缘是善者夭折，这毋是伊的毋对，这毋是伊毋对，是因为咱的社会无公平，咱的社会无公义，咱的社会无公义。努力要得到头棒，努力要得到自由，这真要紧的事。就是讲，咱若受压制、受剥削的时，咱爱对即个中间重新来对找、来起造一个公义、自由、头棒的社会。即个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生活，善者要怎样得到头棒的吼？但伫即个所在咧，读的圣经在讲起受掠的要得到头棒，就是讲，恁做奴隶的人无要去做奴隶，恁做奴隶的人无要做奴隶。咱知影，即个伫圣经内面是真要紧的强调。到伫迄年的时阵，恁有人做奴隶的人，恁爱共放因转去，恁爱放因转去，互因当得到自由的心的吼。咱知罗马时代有真济奴隶啦吼，大概1/3的呢吼。咱知影有贵族，有平民，因是自由的人吼，然后有平民，然后奴隶有可能是战犯吼，可能是经济无好，所以受卖做奴隶吼。这奴隶的比例有2/3到2/2的中间，真济人做奴隶吼，真济人做奴隶。那有人会讲圣经对这个敢若无啥物特别的作为的款的呢？就是毋是？咱若看保罗的教训，譬如讲腓利门所写迄个阿尼西姆就是做人的奴隶，后来逃走去甲保罗斗阵，帮助保罗，照顾保罗的生活。接了福音，信接了基督做伊的信仰的呢吼。后来保罗要送伊转去，伊主人的所在。伊写腓利门，写即个批，互伊的主人腓利门的批。伫腓利门第1章第10个所在，伫讲起，毋是有缘做奴仆，就是讲恁对待阿尼西姆。毋是用奴隶来对待伊，是赢过奴仆，就是做所疼的兄弟，啦。你毋通阁用奴仆来款待伊哦，袂使哦，因为伊是咱所疼的兄弟。到第17个所在来讲，所以恁若掠我做同伴，恁着接纳伊，亲像接纳我。恁毋通用奴隶的款式来款待因，伊虽然抑阁是奴隶的心，对社会制度来讲，伊抑阁是奴隶，总是伊已经无共款啦。伊伫主的面前已经成做兄弟姊妹啦，成做兄弟姊妹。虽然保罗无对奴隶制度做 radical 基本的改变呢，总是迄款。对根本迄个观念、心态提出的挑战，甲伊讲阿尼西姆，伊虽然抑阁是奴隶的身份，总是伊是咱所疼的兄弟。咱是咱所疼的兄弟，若是所疼的兄弟，有一日咱毋望这奴隶制度会当废除，敢是？所疼的兄弟，伊有缘甲咱共款的信仰，甲咱有共款上帝的形象，有一日。咱毋望咱是平等的，咱是兄弟姊妹三甲安尼款待。所以加勒太书3章28节讲，无有犹太人，还是希尼人；无有做奴隶，还是自由的；无查甫人，无妇人人。因为恁伫基督耶稣内面拢是一体。恁伫耶稣基督内面拢是一体，无阁有分外邦、信主无信主、妇女还是查甫人，毋是的呢。伫主的内面，拢要成做一体，是做
兄弟姊妹，这个思想、这款的心态、这款的信息，这是款偷放的信息。咱在这经过偌济的历史，敢是经过真济历史，真长真长的历史，人较慢慢感受这款偷放，慢慢的实现，慢慢的实现。咱在非洲，互黑人互白人掠去做奴隶，真长的时间，100冬、200冬，真长的时间，总共有偌济人互掠去做奴隶？大概1500万到2000万的人的吼，这是真残忍的代志，敢毋是？该掠咧，送去非洲，送去欧洲的呢吼，送去做奴隶，离开个家庭，离开个故乡。这一阵真艰苦，这一阵，我伫英国读册时，去利物浦参观因的黑奴纪念馆的呢吼，黑奴纪念馆。看因迄个船舱迄个黑人怎样受绑安尼吼，干练咧安尼吼，看了心真艰苦啦吼，看了心真艰苦。英国是当时上大最上济奴隶买卖的一个国家啦，差不多欧洲拢加起来，英国是因的4倍呢吼，因的4倍。英国捌做过即款的代志呢吼。含阮做去参观的有3个是非洲的朋友，肯亚的、奈及利亚，搁一个是乌干达的，搁一个是乌干达的。我亚洲人看了感觉心情真毋好啦吼，开始做即款的代志呢吼。然后，这3个迄个非洲的朋友出来的时阵，我看见因的面色真歹看咧，因的面色真歹看。因为迄是因的历史，因的经验，因捌安尼互对待过，因捌安尼互掠去做黑人做奴隶安尼卖掉，离开因的家乡，去做人的奴隶，因捌安尼过，所以因面色真歹看，心情真毋好，心情真毋好。但即个是真无应该的事。后来，阮有做一个辩论，阮那个辩论是讲，爱回倒转去到迄个当时的情景，比如讲19世纪、18世纪迄个情景，来辩论讲教会什么款的立场，律师什么款的立场，奴隶什么款的立场，看因什么款的立场，对黑人偷放有甚物款的立场？我分伫迄个律师迄组，律师迄组真好辩论啊，讲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袂使用奴隶来对待别人安尼吼，甲别人当做奴隶安尼吼。这个真好辩论英国的社会就讲咱有即款代志虽然是安尼，总是咱嘛无违背圣经的教训啊吼，有人就一定是做奴隶安尼吼。这个咱做黑人的买卖，互咱趁真济钱。你看咱的社会，咱的学校学生会当食真好的午餐啦吼。因迄叫 school lunch 吼 ，school dinner 吼 ，school dinner， 就讲因中昼迄顿是上爱要紧的，食了真营养，所以迄学生囡拢加足健康的呢吼，加足健康的呢。所以因是为着因的利益在设想的呢，所以因做即款黑人的生意的呢。到伫黑人的时阵，讲敢爱偷放。我真奇怪，我真着惊，就是讲黑人讲吼，因无想要偷放的呢，因无爱偷放，因为主人吼，甲阮照顾甲真好势啦吼。主人互阮有工作有饭通食，阮免烦恼安尼。圣经嘛讲，阮做人奴隶吼，嘛爱顺服主人安尼吼，就亲像咱咧顺服咱的主共款安尼吼。这个是互咱感觉真矛盾的事，互我感觉真矛盾的事，就是讲。对圣经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款的看法？什么款的看法开始正来看？有人无共款，这款的看法，迄款的看法，所以咱倒转来看圣经的时阵，基本精神是什么所在？虽然保罗无对奴隶制度提出改变条件，总是
伊所讨放的信心，伊伫讲的迄个信仰、迄个精神，是讲恁爱亲像兄弟姊妹安尼接纳恁、款待恁。若是啥物叫做兄弟姊妹？伫主的内面，咱无搁做奴隶，无搁做主人来控制人，因是自由的人，逐个人拢爱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咱通看去到南北战争的时阵，咱通看去乌人需要讨放，乌人需要讨放。南方为着经济理由，讲阮需要继续保持乌人奴隶的制度呢，甚至引用圣经写信啊，讲这个是对的，下伫信仰的呢，总是咱通看去，用即阵来看，迄是毋对啊，错误的信仰啦，错误的信仰，圣经的神学的解说呢啦。所以咱真正爱常常细字，像林肯总统所咧讲的，无求上帝徛伫我这边，是咱徛伫上帝迄边。咱毋是求上帝徛伫咱这边的呢，为咱来前，毋是，咱是爱徛伫上帝迄边，体会上帝爱咱怎样来做的呢？吼，福音一直在做即款的代志，福音一直在徛伫迄个受压制的人的中间，替因来讲话，来帮助因，互因得到较大的快乐。我伫中央路中服务，中央路中会设立有缘是即款的目的。中央路中的设立是因为看见宣教主来台湾，看见台湾的女子无读册管理的，无读册管理，敢若查甫囡仔会当读册，查甫囡仔袂使读册。因感觉这是毋对的，这是受压制，这是社会错误的制度呢。所以因开始努力设学校，设的是女学校的呢，设的是女学校。1887年的时阵，台湾第一间的女学校中央女中的呢吼，开始栽培女性，互女性捌字，对教会有贡献，对社会有帮助的呢吼。然后当时有一个要求，就是讲爱甲迄个白卡，偷开。我以前我感觉若白卡偷开是要安怎办的呢吼？偷开是要安怎办的呢？顶2礼拜我去参观太平间教会历史资料馆，较知影讲内面有一个长老，校青年长老，是阮学校真早期的毕业生，伊嘛是做阮学校董事长，做24档，第一任的董事长做24档，伊是高俊明牧师的妈妈呢吼。伊12岁时较去读中央女中，然后得甲阮介绍迄个长老讲吼，因细汉的时足爱甲笑迄个校长老，足爱甲戏人迄个校长，戏人对什物所在，就是讲伊的骹啦。就是讲伊的骹吼，12岁时，12岁以前是白骹的哦。12岁以前是白骹，到12岁时，因为伊妈妈爱伊去读中央女中，所以迄个白骹布拆开的呢吼，白骹的布拆开，所以迄个白骹的形，已经伫咧啊，已经袂当恢复原来迄个自然的骹呢，天然的骹吼，所以伊个白骹拢阁伫咧呢吼。这是一个记号，我感觉印象真深。这是一个记号，就是讲，迄是一个讨放的意义。敢是讨放的记号？讨放的意义就是妇女已经是受束缚的，但要得到讨放，要得到自由。福音要互人得到讨放，要得到自由。中央女中有一款的见证，中央女中伫。咱社会中间有一款福音的见证，伫这个所在，就是人要得到自由，人要得到讨放。几礼拜前，新南又办一个教牧进修班的呢吼，办教牧进修班，6月7日到11有一个教牧的进修班，讲的一个主题叫做全球社群中的公共神学。这是互牧师，也是讲传教者去参加的呢吼。所以我看见有真侪平信徒去参加呢，
有真侪平信徒去参加，因为咱的信仰敢若会甲真侪咱社会公共的议题有关系啦，吼，有关系。啊，这有关系时，佫伊是安尼讲，啊，伊是安尼讲，啊，因拢讲因是对的，啊，因嘛讲因是绝对的对的呢。啊，到底是安那？啊，恁牧师冤家起来，啊，阮信徒是要安怎呢？吼，所以，真侪平信徒嘛，感觉因需要做一款的了解神学的人物的呢，吼。所以有真侪平信徒去参加，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呢，吼。啊，迄个讲师在讲义讲，要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爱对圣经来开始，爱入捌圣经啦。伊讲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公义的社会是通过圣经的信息，比如讲，圣经在讲起，人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出来佢在讲，奴隶爱得到讨棒上帝，用伊大的权能，互奴隶犹太人对埃及的地出来，迄是一个真水的一个故事，真伟大的一个故事呢。在讲利未记25章到27章，在讲起禧年，就是咱拄仔在讲。拄开始讲迄个禧年，先知的信息在讲，爱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呢吼。然后在讲起爱有包容，爱有疼的教会，耶稣伫山上的宝训，耶稣的教训呢。然后最后伊在讲起爱起造一个马太25章的教会啊，这是美国长老教会因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讲因毋望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教会？教会是一个马太25章的教会呢。啊，咱若甲即个念起迄个马太25章，咱来看起讲马太25章在讲的是讲。到最后审判的日子的时阵，是用什么来审判？用什么款的标准来审判？来分做山羊甲绵羊，这要怎做审判？是咧讲，因为我枵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白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过我伫家里恁来找我。这个是马太25章的教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关心善家人，关心遐个孤儿寡妇，去探迄个受关的，是一个要起造一个公平公义社会的一个教会呢吼，要起造一个即款的教会。然后讲，恁行伫迄个我的兄弟姊妹社一个，就是行伫我。哦，要听咧姊妹社一个，教会爱做即款的事工，教会爱第二即个，就是教会要见证迄个耶稣所宣告迄个上帝国的临到，上帝国的临到，就是教会爱努力做一个马太25章的教会行迄个关心伫咧需要欠缺善食的人。然后也爱做伫迄个最姊妹社的一个，做伫迄个姊妹社的。有当时咱伫教会生活真久，咱习惯了即款的生活，咱袂记得咱应该要紧的使命伫什么所在。毋知咱要紧的使命是伫什么？有当时咱教会有淡薄的纷扰，有淡薄的争端，对到咱。失去咱迄个疼心，就是咱若看启示录的教示，咱人看见，咱爱常常保持迄款受好调，感受到主的疼，佮咱也欢喜领受即款疼人的心，咱保持迄款冤起头的疼心。迄个疼心要互咱关心伫迄个姊妹社一个，要互咱关心伫迄个需要的人，关心伫迄个善食的人。迄个疼心要互咱扩大来建立一个公平、自由、透放的社会，互相
包容、容忍、三甲接纳一个社会。我想咱王牧师去到去到非洲的所在做即款的代志，伊愿意甲咱提醒一款福音要紧的一个精神。福音真要紧的精神，就是咱领受福音，咱要听人，听个趣味些，咱要去做一个公平、自由、透放、互相接纳、互相容忍、有听的社会。咱三个额头来祈祷。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阮成做你的囝儿，搁伫你听的角度内面，阮互相接纳，阮无分彼此。个阮也三甲领受使命，要听迄个趣味是一个见证。祝你彼年所要带来福音，就是要去做一个公平、正义、听的社会，互阮通活出上帝你创造中间，迄伫阮内面迄个水的形象，活出上帝你阳光的款式。所以，阮要恳求你的神常常帮助阮，互阮常常体会即个伫伫即个引导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去所命，阿免。这条咱要来吟圣诗第622首，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旷野地，我真愿乐你大权能，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赐我，求你日日养赐我，请来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条咱要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咱来奉献。
请会长起立。请坐。即条要介绍甲报告，请咱先开咱的周报。第一，自会甲县干部会单，请咱家己看，然后担任职务的，请家己来注意。再来本会小会公告。第一，接纳本会萧聪先传道师的牧师资格检定申请案。第二，咱有通过本会永和生日基金的管理条例，咱有订定新的案。第三，专业来补助今年要参加全国社青特经营，伫10月18到20要报名的人咱有用迄个鼓励，就是迄个早鸟价，才会要去参加的遮个学员。请恁伫结束了后，会当交一份即个演习的心得交互迄个老长老。第四，本会决定今年8月25举行成人礼，定伫8月23拜5要来爬大雪山区的演垂山。有志参加的青年甲学生，请恁提早来报名。再来第七，调整7月份的中秋会要来，原本是7月14，要来改伫7月21，因为迄天有朝阳教会迄个传道师要来就任牧师。再来第八，本会委请王牧师调集侪的服侍同工，筹备明年度彰化永和中心的福音事工，以继续遮个事工。原长期伫咱即个中心服侍的郭长老，伊几落十年伫迄个所在来服务，伊到伫今年的年底就要来结束伊的工作。愿主纪念伊所服侍的。第九，本会委请王牧师甲礼拜组筹划伫10月7举行本会兄弟结婚60周年的即个感恩礼拜的事宜。第十，本会定伫12月29要举行下半年的福音主日的活动，咱有邀请李明英传道来分享伊的生命见证。再来本会消息，本主日真多谢中营女中的校牧李牧师，到伫咱中间，甲咱勉励，咱拍拍甲伊多谢者。因为第二，本主日是总会社会福利事工的关怀主日，请为着即项的事工关心代祷咱若有要对这个事工关心奉献的人，咱会当将钱交互迄个做干事，伊会当甲咱寄去即个单位伊原有一个迄个做伊的迄个划拨的单咱会搭伫迄个公告栏迄个所在过来牧师即段期间到伫乌干达的期间职务咱小弟甲迄个肖忠先传道师会直接来代理过来第四，7月中秋会定伫7月21日下晡1点伫6楼大教室召开中秋会，请中秋甲国团界会长
出席，以及各团契资料，请伫7月19拜五进前交予中执会的书记陈淑芳执事吼。过来第5，本会定伫7月21要办理教会内的即个财务甲事务册的遮个检查，请各团契将你的项目甲存款册交予行长老，会议的记录交予萧团导师。第6，咱本会定伫8月11日举行即个圣礼典，举行洗礼圣餐，要报名洗礼的，请办公室来领取申请表，填写了来登记。要参加并且参加即个礼拜4的洗礼班的，总共有4遍吼。7月18、7月25到8月1到3遍，搁伫8月3暗时要来接受小会问道理。报名到伫7月17拜3截止。请鼓励咱所有遮个人，身边的人来参加吼。以下竞争成绩。搁来第8拜3暗时的祈祷会，咱对7月13停止暂停到伫9月4、9月11来恢复拜3的祈祷会。搁来11，教会即敬拜团吼，遮个乐器训练，若有对遮个乐器有兴趣的人，请会当即个谢慧玲执事来登记吼，来联络。搁来团契消息，第3，主日暑假儿童夏令营是对7月15到7月19，就是拜1到拜5暗时6点半到9点。即时即日起报名，名额是60名，满截止，请到伫1楼办公室来报名以上。过来7月份吼，咱有即个7月的遮个受请吼，咱有缘请遮个7月份的受请，请因起来，咱对因唱一个遮个生日的歌吼。7月份的，请咱兄弟行起来，互咱来甲伊祝福者。祝你生日快乐！咱今握手者吼。感谢上帝，互遮个7月份的生日的遮个受请，伫因的日子有缘有上帝的恩典，甲因三脚伫地吼。过来教界的消息，草港教会伫后礼拜7月14下晡3点，要来举行彭美玲传道师的创立牧师兼就任即个教会第5任的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要参加的，请伫7月12拜5进前，办公室来报名，以便安排遮个车辆吼。以上，过来所有的遮个项目，请咱家己看哦。过来伫第9页所在吼，咱牧师到伫乌干达的所在，遮个市计计划吼，这请咱家己看，我无个报告吼。以上。即条咱要来吟所下边的诗，399首，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用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请咱起立来游2遍，来吟2遍吼。
牧师来祝祷。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合对立，对即时教应世代无尽。阿门。谢谢。定到了才闭会。